恰卡步。一切拢总过去，我心搁来想爱你的心也一定袂记，一定无意。过去我真真正正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愿甲卡意。如你伤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假情假意，我愿甲卡意。如你伤心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你这小杂某，竟然敢摕家当甲我抬，你真係無想要我？小叮当啊，你是个足偏僻的，啊，这都看看你无在困，困到我的身躯来。原来是在含面的哦，是讲可能是伤忝才会安尼啦。小叮当，小叮当诶，困到我的骨来，小叮当，起来呀！哎哦，师傅啊，是你啊？你太无咧困啊？奇怪，我毋是困去啊，我拄仔伫迄边困，啊你哪甲我搬来这边困啊？我就无咧食饱咧，活跃甲你抱来遮困，是我互你吵着的啦。我甲你吵着啊？我知影，一定是吼你安尼火气上心，安尼规气明仔载吼温水兄兄，啉啉的，安尼知影无？咱还阁要阁赶路的。要赶路？要倒？哎，咱阁小安要阁回头啊？师傅啊，其实我吼，你讲小安吼是足无意思的啦。是安怎？人讲同行不如同命，是安怎？你放互因两个斗阵行，因两个行甲拢无关影，敢讲安尼毋免留互人探听？少安明珠规矩守，结伴同行去上香。较慢转来，你着得化休。现在少年人拢嘛爱自由，爱自由？对啊，师傅啊，这当然你莫讲这个话，这种代志哦，甲你拢无关系，对毋对？你会当徛关锁看尾仔相踢啦。啊，我吼，我甲你心情无共款啊。阮哦，是我哩担心嘞，你知无？你想看觅啦，小安啊，甲迄个啦。两个人是孤男寡女，一个袂情娶，啊一个还袂嫁，啊搭茶就火，啊伫这种月娘光光，就着伊两个卡做个死对。啊你是搁笑走，你是要讲啥啦？不是啦，我是讲照着伊两个面光啦。啊若万一中两个人无注意，带你去小巴的，哎呦，师傅啊，做出你这种写死写情、变勇变小的代志，师我气拢苦啊！你真天才了！啊，这个小可代志你反倒想到这大条，啊，你想到袂困嘞。较
啦，莫安尼乱想啦。啊，你若遐爱困吼，袂困的，无我酒里较好地你，遐互你困，我换来困一知，边。啊，咱两个逐日莫困。你咧莫困，我咧叫你莫困，困啊困啊。啊，若讲我屎较是有够，讲我困就困啊，啊睡困去。哎呦，我要哪困会起就好啦。月亮光光，我嘛采访行行的。你爱困吗？奇怪，这个人行路哪咧行，一定人是要做歹代志，无就是贼仔的款。规场我嘛困袂去啊，啊无来去遐看卖者。哎，甲阮师讲一个咧，师个啊，较去精神一下，我来去掠贼仔哦。你较阵来帮我有听到无？师仔去精神啊，有听无？紧困啊，莫安尼细细念，伊搁咧喊面啦。哦，你袂吵哦，我足吵的了。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唔爱，啊真正个小铃铛个小倒遐去啊？嘿，这无底来去看卖啊吼，啊不然吼，甲出啥物代志，啊到时阵就明仔真歹收煞咧。小铃铛诶，小铃铛啊！我实在是想拢无，为什么一定要关夜路嘛？我就是听讲买跟行头阵的，为什么要我转去？咱甲伊吵架无，就是约定今日伫城内要见面。来你看，即个天光啊啦，咱遐无法度如期到位，伊一定会误会讲咱有出什么问题啦。我真怀疑，为什么咱一定要甲伊做伙？我想哦，伊根本吼就是咧利用你来替伊办代志，伊无心要替你报冤仇啦。吵架无，伊毋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伊为着要替我查出自虐锁案，差点使到喊我无性命，而且阁有对我救命之恩，伊无可能会利用我。原来呢，迄个小叮当咧，为什么逐摆拢爱让伊三分？讲到伊，论武功无武功啦，论智慧是无智慧，实在是真顾人怨。哎呀，明珠，小叮当的人，做人善良搁热心。再讲，为着我，伊去惹上太师，我嘛惊伊讲会落入太师之手，白白牺牲啊。有啥物阻挡阮的去路？毋知有啥物指教？指教是无啦，是要请阮两位吼到命案现场吼，互人指认一下啦。什么命案现场？我是对包围所在看来，恁发生命案跟阮有啥物地带啊？我是奉县老爷的命令，这10日以内吼，有啥物可疑的人吼，拢掠转去啦。哼，本姑娘心情无好，无想要甲县老爷开讲。啊，无你试看嘛。大姐，官爷，这一定是误会，真金不怕火，人毋是阮杀的，阮就甲你去袂要紧啊。小兄，袂要紧啊，一切由我做主。啊，是你知影轻重啦，跟我倒来命案现场，行。老弟，你看这人是毋是凶手嘞？这，看下啊，当初我刚看到伊的背影尔，啊你即摆向我要叫我认人，我是要怎认起啊？认袂出来，将因两个吼，也咱家门关啦。是。老姐，官爷，阮也无犯什么罪，你也无确实的证据，啊人伫咧讲掠奸在床，掠贼在庄，你哪会用随便就甲阮收啊？是啊，何况我一定拢斗阵伫的，免人可能会犯案。要有证据啊！咦，涂骹哪有血迹？会议。方便。官爷，安尼我知影，一定要转去的人用血落去写字，写凶手的名。我这个县内吼，到王光会吼两个后生啦，一个王明炳，一个王明良啦。哇，嫌疑足重的，即摆就王光会两个后生吼，掠倒互老爷问啊。是。辉君，冰冰，啊你哪尔咧？哦，阮阿娘会无爽快啦，我是来替恁煮饭的。安尼哦。嗯。啊对啦，顶遍你讲要甲我借册啊，
我拢准备好啊呢，等下来厨房我摕互你。多谢你啦。遐毋过哦，我顶面甲你招册，还袂行你呢。不要紧啦，册就是爱互介意看册人去看啊，啊册敢若放喺厨房就失去意义啊。多谢你啦。毋过，阮阿娘迄毋知影啥物想法。伊讲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敢若读啊一个册要创啥？慧君，你莫受因的影响啦。我希望吼，我厨房的册你拢甲看完。真是哦。嘿啊。多谢你。啊对啦，我要出来一下。你要去倒位？我想讲要来家仔尾遐买一寡纸甲笔，要转来画图啊。哦，啊你来较细腻的哦。我即摆就来吼。天公伯，你若遮尔啊无公平，亲像明君遮尔啊善良的人，你若互伊出世是一个摆卡。让我赚口钱，我的歌紧倒转，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喂，哎，卖出声，卖出声，你哎，哇，哦，你正经甲我教，甲你教哦，算是客气啊！哼，你后早咧外口咧吵甲一个吵安怎啊？英良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是无啦？阿爹，无啥，我甲慧君哦，是咧讲真情。慧君，你讲对。慧君啊，啊你哪娘咧？老爷，阮阿娘会无爽快，我是替伊来做事的啦。哦，各位你不要出门啊。慧君这个查某囡仔吼，确实有影真乖啦。大姊嘛吼，好你家婿有这个查某囝哦，啊若无咱三顿哦，毋知要啥物人煮互咱食咧。阿爹啊，我是有一个好办法，若是交慧君出来互我做某，伊就有法度煮三顿你食。你后壁讲咧讲啥啊？你是啥物命？啥物款身份呢？慧君要甲你比，哪会比一啦？你三娘也无小弟的。无我问你，你出去讲啊是甲走带去你啊？倒来去！我，哦，你吼，迄厝里敢若胖见，等于敢若捡着的哈。咱王家一切所有希望，拢寄伫你身上呢。你踮咧外口安尼花天酒地，你兄我弟啊，你即款的这个行径啊，真正互我屌哦，作死无的，你知唔知？哎呀，袂啦，阿爹，你毋是不时咧讲，咱这间厝是起伫联合顶头啊，将来咱王家哦，我一个人来做皇帝。较细声，这个代志要大汉听到，连物件你抬头才知。既然是命中注定吼，天公伯都会保庇啦，这小小官有啥物头好惊的？你都唔知半项，你知唔知？这龙血啊，是占这个第二呢。啊，若是要天时啊，就爱联合配合呢。总讲一句啊，啊，还阁有三合啦。到时这个真命天主哦，伊才会显示，你知唔知？哦，听像你讲起来，这个真命天主就是我。阿爹，来泡茶，泡茶。奇怪，哪会真命天主？哦，嘘，你啊，我是惊你在外口安尼拍拍走，你在创啥物啊？别当要了代志，行，甲我等。师傅啊，我这个时阵免转去呢。我甲你讲，我昨暝哦，看到迄个人哦，安尼鬼鬼祟祟哦，毋知咧做啥物歹代志呢？我伊甲对，我一日到到即摆对天光啊呢，拢无困，伊就住伫遮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你安尼缀规暗安尼，啊你是去看到啥？啊嘛无咧，也无看到啥物话啊。啊是讲哦，我拄有听人咧讲话哦，伊咧讲我啥物叫做龙血真命天主啊。拄则因咧讲的话，我是拢全部拢有听到。是有影啦，这间厝确实是袂歹，也毋过这是空有的计较啊，因兜的代志，甲咱拢无关系。行，
咱转来去，咱转来。无咯，师，即摆袂免走啦。我来甲你讲了，迄个人哦，我甲迄个人讲什么是真命天子啦。哎哟，江湖吹好蕊蕊啦，听袂了啦。咱赶紧来去咱约定的所在，你唔通袂记恁的小安甲明珠伫遐等啦。行行，好，小你等我吼。对啊。哎哟，我煞叫袂记哩，对，爱紧人要来找。啊若无吼，若叫你念这个念咧倒海啊，啊咱约做的所在伫倒？伫头前啦。我先行，我先行，我先行。哦。安尼，哎哟，你看嘛，啊规路拢无看人，啊约的是子拢无照要送呢。奇怪咧，啊咱着明明讲要约伫这个所在甲伊见面，啊现在哪无伫这个所在会合安尼？无知影啦，有迄只母猪甲伊斗阵咯，迄只母猪哦，毋甲甲带去倒约会啊啦，伊拢无讲哦，不过我对伊的情缘，我想望伊一定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啊。哎呦，你拜托呀，你食饱你伤用，安尼我着想遮济。哎，你看，上啊！啊，你卡啥啦？哎，要紧无？啊，我看一摆就，你。你过来，来，我甲你瞧着来。来，小囡来看吼，唔茫惊听咧。安尼好袂？会使咯？你用看觅。好啊咧，系啊，多谢你啊。无要紧，你小可代志，小可代志。免啦，着说多声。我甲你讲啦，那你这脚咧是小可代志呢。那阮师傅哦，伊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臭行行呢。啊，无你这做是咧讲啥？不是啦，我讲毋对，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真出名啦。啊，若讲到伊的艺术哦，迄个愈牛咧。那伊的艺术是，不管你是用整着啦、弄着啦、牵着啦，还是帮我甲伊定着啦，还是咧牛哦，甲伊搭着搭着啦。我跟你讲吼，种种的技能实就，阮师傅哦，一切拢没问题。少年诶，我卡这么才甲你瞧尔，你是毋通行伤远哦，啊，不会发炎哦。哦，我的脚不要紧啦，是讲我有一个姨母，伊心眼淡薄，既然你那样艺术，是袂当拜托你来阮兜甲伊看一下。明明代志又到手，为何总是无法理完受？命中注定我爱受，犹如年年有春秋。师傅啊，我想安尼好啦。啊救人就救头尾，对毋对？啊，人这人是好人咧。我想哦，归去啦，咱哦就来去甲斗相共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咱就是兄弟足义嘛。啊，我讲倒转来吼，迄两个吼，明明甲约咧这个所在相见，啊，既然迟到，伊都无甲咱看咧眼内嘛，一定两个走约会啦。咱归去哦，莫插伊，咱来去办咱的正事。嘿，师傅，你讲我讲安尼对毋对？安尼有道理。啊无，你错咯。回家行。来，来，小心，小心。平强，你来写创啥啦？哦，啊，无代志啊，来遮甲你看看。你，我来找林平。你来写创啥？打翻开啦！我实在想拢，白白是兄弟，你是安怎开嘴下嘴拢是明白？刚讲我这个好好的，都无得含伊个摆卡比是？你今日我还佮伊比？平平虽然是一个摆卡，也毋过伊的心并无全款。伊有诶，你无一定有。好，你讲，你有啥物？我无。有证，那个谁？也哪里？你敢有？你甲我来这套，我这个人嘛真正直，嘛真善良。只要你若是当甲我做伙，你就会了解。你别搞小气，你来做啥？你干啥？老爷，我厝拢变生好势啊！我想讲先来转。哎，回滚！回滚啊！回滚！明良啊，食紧是弄破碗啦！你何必着对回滚安尼高高低是要创啥物啦？连讲啊，你若是登基啊，是一个皇帝呢，36宫72院，爱啥物嘛有啥物啊！我愈无得得到的，我就愈想要得到。哎呦，看起来回滚甲恁大兄的感情敢若袂歹，
我嘛是希望讲以后咧，因两人可会当来杀做对无？到底是安怎？我是倒一点无法度甲兄比啊！我就是唔甘愿，唔甘愿看慧君对袂比遐好，我唔甘愿，唔甘愿啊！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车阿伯，你才来啦？好，你头头听，你头头。哇，老练嘞！真好咧咯，哦，大人拢有哦。车阿伯，头前这间哦，在阮厝啦。哦。无先来阮厝坐坐，我准备下咧，我再带来阮姨母呀。好，差不多。有呀，有呀，呀。滚！伯伯，你莫哭啦，啊是啥物代志？你讲我听啊。是的了伊。明路是安怎？哎呦，你唔紧讲。无啦，无啥物代志。哎呦，你莫甲我骗啦！你一定受啥物委屈，唔才会遮伤心。真正无啥物代志，我要来转。哎，等下啦。你放手啦！我知影，是物面拢甲你欺负。你放手，我要倒转去啊啦！喂，你甲我讲清楚，我才要放手。你是毋是惊讲我转下甲面容冤家？袂啦，我袂甲冤家，你甲我讲真相啦。你知影真相，搁是要安怎啦？林伟明毋是拢认为？放手！我拜拜。我叫你放你收听了吧？喂，放手啦！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快！爸比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不是故意。哎，伟君啊，伟君啊！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放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人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放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